讲到金门的高粱酒，这原料大部分拢是对外国进口的。事实上，台湾也会当种高粱，而且种高粱用的水比这稻啊是减搁较少，只需要1/3尔。面对着这气候变迁，政府也要奖励金，鼓励农民改种高粱。 一大片的田每丛拢真巴甜，这是桃园的高粱田。台湾的高粱酒原料大部分拢进口。2019年的时，台湾开发出高粱台南7号、8号。金门酒厂也为2021年开始，陆续参与的县市的农会签订高粱契作，推出全本土原料的高粱酒。因为种高粱用水量平水就要较少，只需要1/3左右，也让农民有新的品种面对气候变迁。种雨量没有减少，但下雨的天数变少了，所以要么就水灾，要么就干旱。那种高粱就是最可以让土地永续。有水的时候我们种水稻，没水的时候我们种高粱。做酒跟社会责任呢能够做一个连结，同时呢也基于永续经营的概念，把我们这个耐旱的高粱能够去做一个推广。 今年考花严重，甚至7月份，农业部也宣布嘉南大圳灌区停灌。虽然这阵通改种高粱，但仍然欠灌溉用水的问题。但是今年加入高粱契作的台南后壁区农会表示，高粱的收益只有水稻啊的一半，是真影响转作意愿。目前只有无够1成的农民参与。高粱的部分，吼，咱政府有这个奖励转作金，吼1公顷45000块，加上讲吼，咱含金门酒厂来契作的1公斤21块吼。按照我们农改场的吼，以这个技术来讲，收益的顶悬吼，差不多是水稻的1半左右。后壁区农会按算契作面积明年会继续增加，但是野望收果绩效会当提悬。金门酒厂表示，目前的收果绩效每公斤平市价悬2块到3块，嘛答应农民种偌济，因就会收偌济。绩效的部分未来也会继续评估。记者郭文曾准由台北报道。